嘿，兄弟精神！咁原廠嘅車，原廠嘅中控升級咗60伏或者72伏嘅電池，咁好多人車主就會反映就話原廠嘅中控好容易燒同埋擊穿，到底一個係咩問題呢？因為原廠嘅中控啊，佢只係設定咗新國標100伏以內嘅充電係冇問題，而且呢，再加上好多人依家外置喺車身度做咗充電口啊，做咗啲充電口，咁做呢一個充電口之後呢，你連住台車去充，就導致咗你嘅中控呢，好容易就會擊穿。咁花最少嘅錢辦最好嘅事情，使百零蚊就可以升級一個高壓中控，百零蚊。咁呢一個高壓中控包括佢個呢個繼電器呢，60伏同埋72伏繼電器都係唔同一個配置嚟嘅喎。咁如果你都有呢一個需求，嗱聲 at 我哋風牛社。